南海太平岛伫今年完成码头的征收，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拜六就要带南北立委上岛慰问官兵。因为南海情势较复杂，民进党部批评讲，即阵带团去是无事假事。若前太平岛的指挥官李景琦，伊认为讲，立委上岛宣示主权是台湾向国际发声的好机会。太平岛伫南海重要的航道，有关键的战略地理位置。政府开17亿，今年完成码头的征收。国民党立委马文君会带领国民党、甲民众党几个立委去太平岛考察，慰问当地官兵。按算17会去屏东带一枚，10日透早搭运输机飞去太平岛。除了伫个南疆所与国比头前翕相，嘛会视导战备操演，视察新起的码头，下晡才等来屏东基地。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，那也不可能引起任何的纷争，因为既然我们认为是我们的领土，其他的大家有意见的，我觉得这更可以激发我们应该要明确的表态，大家才不会去忽略掉我们的声索的权益。南北立委做伙去太平岛，国内出现无同的议论，另洋指控讲因是麻烦的制造者。马文君批回讲，蔡政府长久以来无咧要以南海政策。透过考察向国际宣示台湾有太平岛的主权，也让民进党李坤城讲，这个举动恐惊会引发负面国际的效应。有民间团体质疑讲，南亚立委甲中国是来新通外规，杜绝蓝白立委跟中国合作，用你的纳税钱在台湾帮中国工作，把台湾拉进中国。目前南海情势紧张，菲律宾最近动员8挂架民间的船去南海的黄岩岛宣示主权，中国警告会反制。美中嘛伫南海持续竞争，不过前太平岛指挥官李景琦认为讲，这颠倒予台湾突破的机会，向国际来发声。不管是印太地区，或是中美其他等等的国家，都能够知道我们中华民国、我们台湾保卫南沙太平岛的决心。你发现到说，各国比我们的动作要大的很多，那么我们是做的太少了，而是不是做的更多。台湾在这一块是慢慢的被边缘化，我们几乎看不到，包括在南海这个整个主权争议的过程里面，或者说国际仲裁的期间，我们都很少发出声音。南海互国际看作是火药库之一，学者分析，台湾低调处理南海政策，提出台湾伫南海的议题，最近这几年方便演化。应该重新调整，使用太平岛的优势，甲区域国家建立安全的对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